讲的就是那个第3章，轮回过患，轮回过患，了知轮回诸事无是义，唯以大悲利益诸有情，以大悲故为利诸有情，不贪有极易行大成，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足下什么？敬顶礼。好。轮回过患得引导分2。文法方式前行，与前面相同。文法方式与前面相同，所讲之法，然后所讲之法的轮回过患之引导分2，总的思维轮回的痛苦，分别思维6道各自的痛苦。总的思维轮回的痛苦，如前所说，虽然已获得了难得的圆满人生，但是不可能长期驻留，终将走向死亡，终将必什么？最终必将走向。最终必将走向死亡，对吧？对。好。如果死后如同灯灭或水干一样，那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死后不可能了结，而必然要转生。有了转生，就离不开轮回。总的来说，所谓的轮回，如同陶师书中的轮什么？盘。陶师书中的轮盘。好了。好。镜中的水车，瓶中的蜜蜂一样，接连不断的旋转。比如将蜜蜂放在瓶内，封闭瓶口，那么蜜蜂只能在瓶中飞来飞去。同样，无论生善趣或堕恶趣，都超不出轮回的范围。轮回的什么范围？对吧？善趣的人间和天界，如同从瓶子的上端；恶趣就像瓶子的下端。如此6道众生，以有漏的善业和不善业和不善业为因，接什么？接连不断，投生流转，所以称为轮回。好，那我们先到这里。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轮回过患吧，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所在的这个六道轮回，是非常重要。我们首先没有认出自己所在的这个6道轮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们修行也是没有办法
升起精进的羞耻之心，然后也没有办法修得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认出轮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下面难得的部分也好，人生难得的一部分也好，而且是生命无常的部分也好，各个方面都讲了。但是我们知道已经有死亡，但是也光是有死亡也没有用啊。死亡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我们一个人死了以后，相当就是在一个火熄灭了一样，或者是这样的或者一滴水干旱了一般，没有任何留下来的，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是比较简单啊，那就没有什么前世跟来世，没有，那就不存在一个因果嘛。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个样子，有因果的存在，所以也是有前世也有来世。那么就一旦有前世、今生还有来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每一世都在哪里？就在六道轮回之中。那么在六道轮回之中呢，当然也是有漏的那种功德跟善的因缘。那这个里面我们讲到有漏跟没有漏这两个有漏跟无漏这个用词，这个的意思来说到，就所谓的有漏的功德呢，相当就是我们看得到实践的一些人也是有做很多很大的功德，这种人很多嘛，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善良的人，去帮助很多的人，或者是做很多善事的，而且是经常都是站在就是能够可以帮助他人的这种非常愿意帮忙的。那这种人并不是说是有作为那个庞大的那种数量很大的金钱来在作为一些怎么说呢，那个救一些贫穷的人啊等等，这些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一个人的本性上来说呢，就本性是善良的，而且是在任何时间呢，就是有自己的能力范围呢，就一直都是会去帮助他人。帮助他人的事情呢，就是一提到的话，他心里就很开心的那种人也有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做善事的人都是有功德的，但这个功德有漏跟无漏是怎么分别呢？因为这些人本身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好的一个人，无论他是一个有能力、有权利、有钱的人，或者是没有能力、没有权利、没有钱的人，甚至他自己就是从小小的部分，那么就是对什么什么，对邻居啊，对这种亲朋好友，都是用他自己的尽全力来去帮忙的那些人，而且是很愿意帮忙的那些人，也是一样的很善良，而且也是很有善的功德。但是这些上中有下、上中下三种的层次的人啊，但无论是这个上中下三种层次的实践的这种善良的人，都是总的来说呢，都是在做善事，而且是很有善的功德。但是没有修持佛法的情况下，他不知道真正的对轮回的这种真实的账号，所以就并没有想要离开轮回的一种这样的想法。起心动念上面没有想要离开轮回的想法起心动念上面没有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这么一个发心起心动念上面没有说一定要获得佛陀的果位，而且是要得到究竟的果位，这种智慧没有学习佛法。那么所以这种人呢，所做的一切功德都是功德是有的很好的，但是有漏的功德会消失的功德。有漏的意思就是会消失的功德所以就像一个东西，它就是有个实践的期限，可以用的有效期或者是那个无效期，可以食用期或者是再不可以食用期，就这样。有效期它就是一个药，它的有效期是3个月或者是1年的话，说明有效期是有1年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药的话，它到了第3年的时候，那肯定完完全全就是可以相信说它这个就没有用了，就相当于它就没有药的效。所以它本来是不是没有药效，就是有药效，它的药效消失了。到了时间的原因，因为就是时间太长了，那就是它的药效就消失了，就是这样来看。所以功德也是同样的，有漏的功德呢，就是它的功德是会消失的，而且是不会成为真正的成佛的功德，它就是变成真正的
达到世间的这种福报的功德。所以呢，就是实践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有天界跟人间这些上三道的原因是这样来的这就是有路的功德。那么无路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以三殊胜的法摄持的一切功德发心的殊胜、正行的殊胜、结行的殊胜，就这样三殊胜的法摄持的所有一切的功德都是无路的功德，它都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功德，都是能够可以累积起来最后呢就是变成真正的能够可以成佛的功德，所以这个功德叫做无路的功德。所以前面就是如果讲的，我们就相当就是有些呢就是有许多就是有路的功德，然后就变成获得了下一生呢获得人天的果位等等的这些福报者，但也没有用。在六道，主要是在六道轮回当中的话，那么就像一个蜜蜂放在这个一个瓶子里面一样。那么我们在瓶外看的话，如果是一个透明的瓶子里面放一个蜜蜂，我们在瓶外看，瓶口是绷起来的话，那它在里面飞的时候，有的时候飞得高一点，有的时候飞得低一点。那就像它在飞得高一点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天道或者人间一样的道理。那么飞得低一点的时候，它就是在地狱跟恶鬼一样的道理，这是一个形容词。所以这个意思来说的，我们就是在怎么转都是转在六道轮回当中，就这个意思。然后这边还有些那个什么做陶瓷的做陶瓷的人，他就是用什么，就是一直转的一个东西，那个叫什么？刚刚前面有写嘛？轮盘轮盘就是一直转，转一天也是在这个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做陶瓷的那个人的前面，就是转不到哪里去，他还是在他的手中转怎么转也是这个怎么说呢？那个陶手的那个手中转，就像这样的道理。然后还有水晶里面的那个水池一样在水晶里面呢，就是要取水的那个水池，你们知道水池大家都知道吗？它就是转的时候，就在水池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小的那个容器嘛，就像碗一样的。那些碗呢，就是转到最高的时候，它就是最高，变成最高，还是一样的转到最低，就是反正在转一年的365天，不断的去转，也是只是在这个水池上面。然后就不会转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就像这样的道理，所以就它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轮回。所以就轮回之中呢，怎么说呢，在6个区域，相当也可以说也会说三界轮回三界轮回也好，六道轮回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在轮回。我们这些人从无始以来漂泊于轮回之中，一切众生都什么？都曾互为父母、亲友、怨敌或平常人就这3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六道轮回。那么我们现在在哪里？就是在人间。所以从我们无始的时间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那么做了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去了哪里我们大概是知道，我们就是去了，就是肯定在六道轮回当中。那我们下地狱的次数是多少次？那无量无数的次。那么我们在升到那个天堂的这个次数是多少次？那无量无数次。那么做人的次数同样的，数都数不清的。所以佛经里面常提到，就是说玉皇大帝，每一个人做过玉皇大帝的次数都数不起来的这种。那自己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去学习佛法
的情况下，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实践人呢，就是这些方面没有去想，所以就事实的道理听到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惊讶。在藏地有一位堪布，他对怎么说呢？很多的信众讲课，他就是把一个怎么说呢？极乐祈愿文的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他把它转成为最听得懂的方法给大家讲了，然后他就把它就是怎么说呢？解释为现在的金钱上，他就是说你们什么什么人拿了多少多少多少亿的钱，拿去供养给所有的布施给所有的这些供养给所有的诸佛菩萨，布施给所有的众生，和还有对阿弥陀佛从内心里面真正的升起一个信心，然后对他做一次这样的合掌祈祷一下，这个功德才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当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嘛，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太夸张了，然后他就觉得太惊讶了，觉得这个就是太不可思议了，有那么多的这个亿的钱的话，那这么多的亿的钱这样对阿弥陀佛做一下合掌，这两个功德怎么可能是这个更大？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就这个视频呢，就是当做一个笑话，然后就是到处传来传去。对于一个没有学佛的人来说的话，那肯定就是很多个几十万亿的钱是想都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在这些来说的话，就佛经里面是真的是会有讲的，这些都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佛看到的一切，并不是说是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是一个地球上的一些事情。佛看到的就是六道中的一切众生的整个的生死轮回的指数，并不是说这一个人的怎么说呢？一生当中呢，他活了多少年，那就是做了多少事，不光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人类众生来说的话，就像一个人跟蚂蚁一般的差别啊。所以一个蚂蚁可以做到多少呢？那就是一个人能做到多少，这样就完全这两者来说的完全没有办法。虽然是两个都是两个众生两个动物，但是它是蚂蚁的过程跟是人的过程，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佛陀所看到的就是整个六道轮回当中的一切的事实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去看，我们虽然都是在六道轮回当中，过去也是去过无数次的天堂，也下过无数次的地狱所以这些呢，我们就接下来看我们下过多少次的地狱，这些来说了，这下面就慢慢会讲解的，所以我们就先接着看自本作人着康中